黑天鵝頻發，三大支柱守護你嘅財富安全。隨住地緣衝突同市場波動加劇，你嘅財富準備好應對挑戰未呢？今日同大家分享3重防線，確保財富穩健增長。第一道防線，國際資產配置加黃金 ETF。透過合理嘅國際資產配置同埋黃金 ETF 組合，有效對沖市場波動風險，幫助投資者喺全球市場動盪中穩步前行。第二道防線，海外信託。設立海外信託，隔離資產，避免債務糾紛，確保財富長期傳承，為你嘅家族提供穩固保障。第三道防線，高端醫療保險。高端醫療險提供咗全面嘅保障，幫助你應對突發嘅健康風險。透過高槓桿效應分散醫療風險，減輕個人財務嘅壓力。總結，3重防線應對黑天鵝事件。面對突如其來嘅黑天鵝事件，呢3重防線將確保你嘅財富穩定增值，避免外邊不確定性嘅因素對你嘅影響，全方位咁樣守護你家族財富嘅安全。